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0年10月21号。今日的经文是诗篇63篇第1节到第8节，民数记13章第17节到33节，14章第1节到第9节，马太福音第17章22到27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背骨。背骨这个词本底是咧形容人的脚趾兄这个龙骨，是一个名词。但是最近呢，正做一个新的形容词。这个形容是咧讲到一群人的反叛背叛，或者是咱用台湾话、俗语话来讲，叫做食碗内洗碗外。咧讲一群人的背叛，或者是讲无够忠心。伫今年以来，这个中国甲美国的关系开始咧恶化的中间。嘛因为安尼，中共对台湾也开始真积极文攻武吓的动作。虽然咱讲台湾是一个民主的政党政治，但是无论你倒一个政党，应该是就着台湾国家的利益，也是讲台湾国家的立场来发言。但是咱却发现讲有几位过去捌做过台湾的高官的人，竟然发言来支持对敌中共。甚至咱讲唱衰台湾有人安尼讲守战就是忠战甚至有人讲一日投降即种的言论，互大多数的台湾人认为讲即种的发言就是背骨的行为其实虽然这个名词、形容词是最近才开始足侪人在讲，咱真熟。但是即种的行为，其实伫圣经内底也有记载。咱过去有一段时间，咱读这个出来记记，看到出来记的以色列人，其实因有即种的情形。咱只是过去无用即个形容词在讲安尼尔定。比如讲，以色列人因看到头前的红海，看到后面的追兵。因就讲，为什么倒阮来到这个无纵深之地的所在？因拄着无水通啉，无物件通食时，发言也非常的背骨。伊讲阮宁可倒转来伫埃及。今日这个经文嘛有讲到这个物件啦即种的发言无有建设性，也表达出因对上帝完全无信心。不但是安尼，因伫即个西奈山的下面的时阵，以色列人有几若10天看无到即个摩西，因又去共款讲共款的话，讲毋知伊怎样可能袂转来啦所以因就要求亚伦去做一个偶像来讲，即个就是带阮出埃及的即个神明安尼啦这的言论、这的做法，其实拢是属于背骨，对上帝无信心，背叛上帝的道路，离开上帝的道路。今日的经文伫民数记13章、14章的所在，咱也看见摩西差派12个探每一个支族派一位进入伫迄个迦南地去探即个情势。结果转来了后，却分做两派，只有2个人讲正向的话。这2个人就是约书亚甲迦勒。因安尼讲，阮所经过偷看的地极其的好，耶和华若欢喜咱，就要带咱到迄个地，将地赏赐咱。迄个地是流奶甲蜜的地，总是恁毋通背叛耶和华。即句话真重要也无伫惊伊迄所在的百姓，因为因是做咱的食物，佮质疑因的神已经离开因，佮有耶和华甲咱伫地，毋
免惊因。这是咱咧讲约书亚甲迦勒所讲的话。但是呢，因只有2位尔，另外有10位占大多数吼。会他拢讲负面背骨的话，伊安尼讲，阮所经过所在偷看的地是吞食遐个徛起的百姓的地，搁伫遐所看见的百姓拢真大汉。阮伫遐看见阿拉族人就是大汉人，因是大汉人的后裔。照阮看因家己，阮家己亲像草蜢，照因看也是共款。会众就出大声嗷叫，迄暝百姓拢低哭。以色列哀怨摩西亚伦对会众对因讲，毋值得阮死伫埃及地吼，过来啊，然后毋值死伫即个旷野。耶和华圣书带阮到伫即个所在，互阮倒伫倒下啊。阮的某、阮的囝要受掠，阮倒去埃及，敢无较好？因三甲讲，咱来立一个首领，带咱倒去埃及啦。其实作成现在咧看到新闻中间几个人所咧讲的话，敢毋是安尼？咱想看卖啊，即2个无共款的话中间，怎样的言论会影响人民较济？当然，咱真期待是正向的。但是通常遐个无信心的话、背骨的话，会影响人较济。今仔日个圣经也是安尼记载。牧师就想着耶稣基督伫咧论安息日的时阵，捌甲法利赛人伫问讲，关于即个安息日，咱的法律是怎样规定？是做好事还是做歹事？是救命还是害命？这是马可福音第3章第4节。咱也看见伫今仔日的经文伫马太福音的记载，遐宗教人员违反规定，本国人来收即个圣殿税，所以违背圣经、违背上帝疼人的诫命。咱真侪时阵会去做这个代志，咱无互人真正向的影响。通常咱会看见这个讲背骨的话的人，若毋是甲利益有关系，就是因为真无信心安尼贪生怕死。咱必须爱有亲像即个约书亚甲迦勒的信心，互咱袂为背骨来背离上帝，互咱会通坚定来倚靠伊。咱搁倒转来看约书亚甲即个迦勒所讲的话，总是恁毋通背叛耶和华，也无得惊迄所在的百姓，因为因是做咱的食物，搁知因的已经离开因，搁有耶和华甲咱三甲之地，无得惊因，着刚强壮大。毋通背叛上帝，爱坚定甲上帝来三甲行。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0年10月21号。我们的今天的经文是诗篇63篇第1节到第8节，民数记第13章第17到33节，14章第1节到第9节。马太福音第17章22到27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背骨。背骨其实原来是一个名词，在说人的背后的这个骨，当然是我们说脊髓啦哈。但是近年来，特别是在最近，常常被提到变成一个形容词，在形容一个人的背叛。或是说台湾话有一个俗语说吃碗内洗碗外，假碗来看碗外啦哈，意思就是说一个人他的背叛跟不忠心。近年来，因为特别是今年开始因为美中关系的恶化使得跟美国比较好关系的台湾也遭受中共的这个文攻武吓的动作非常的多，
虽然我们说台湾是一个民主政治的民主国家，但基本上不同的政党虽然会有不一样的角度，但是基本上都应该站在台湾的立场，或是说台湾的利益来发言。但是我们却发现有几位曾经当过高官的人，竟然发表了一些支持中共的言论，甚至我们说唱衰台湾的言论，说所谓的首战及中战啊，或是一日投降论点啊等等的，被大多数的台湾人认为这是一种背骨的行为。不是只有在现代，其实在圣经里面也有这样的记载。过去的一段时间，我们读了这个出埃及记，再重新 review 了看了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故事，我们只不过是没有用背骨这2个字去形容而已。我们真的看到了以色列人的这样的行为。那我们再很快的去回顾一下，比如说他们看到前面的红海，看到后面的以色列人被这个埃及的精锐部队追的时候，这样的追兵的时候，他们就抱怨说，为什么带我们到这个死无葬身之地啊？当他们遇到这个没有水喝、没有东西吃的时候，他们的发言也是非常的背骨。他们会说没有建设性的话，因为他们毫无信心。他们说我们在埃及的时候还很多东西可以吃。今天的经文也有这样类似的记载。不但如此，当他们到了这个西乃山下，因为好几十天没有看到这个摩西，他们就怀疑了，不见他了，不知道他怎么了，可能不回来了等等的。因此他们就要求亚伦来铸造一个偶像，假装这个是带领他们出埃及的神明。其实这些都是一些背骨，对上帝没有信心，背离上帝道路的一种言行跟做法。我们今天也看到在民数记13章14章看到摩西派遣了12个探子，就是以色列的每一个家族派一位，要他们进入迦南地区探这个情势。结果回来的时候，这12位探子分成2派，其中只有2位说非常正向的话。这个人就是约书亚跟迦勒。他们说，我们所侦查的那片土地是非常肥沃的土地，如果上主喜欢我们，他会领我们到那里，把那片流奶与蜜的肥沃土地赐给我们。你们不要背叛上主，这句话非常重要，也不要怕当地的居民。我们将轻易的征服那地，上主与我们同在，他已经击败了那些保护他们的神明，所以你们不要害怕。这是约书亚跟这个迦勒说的。可是其中有大多数的10位探子，他们都说了负面背骨的话。那他们说，那地的出产还不够养活当地的人呢。我们所看见的每一个人都很高大，我们在那里甚至看见了巨人亚纳的后代。我们觉得自己像蚱蜢一样的渺小，而在他们眼中，我们的确也这样子。以色列人全会众整夜哀叹哀嚎，他们埋怨摩西跟亚伦，我们宁愿死在埃及和死在旷野，上主为什么领我们去那个地方？我们一定会被杀死，我们的妻儿一定会被掳去，我们回埃及去不是更好吗？因此他们就彼此议论，我们来选一个领袖带我们回埃及吧。我们想一下，这样的一个背景，这样的言论，其实在刚刚我们 review 的出埃及的过程当中也都发生过。
这样的说法跟这一些台湾的那一些政客在讲的话，其实是非常类似的。那我们想想看，有什么样的言论会影响人的心？很可惜的，不是正向的，是负向的。今天的经文也看到了，那一些没有信心背骨的话，影响了以色列人的心，因此他们就议论纷纷。牧师另外想到，耶稣基督在论到安息日的时候，他曾经跟法利赛人说：“关于安息日，我们的法律是如何规定呢？是做好事好呢，还是做坏事？是救命呢，还是害命？”马可福音3章4节，跟那些探子一样，上帝要他们传递帮助人的讯息呢，还是要害人的讯息？我们也看到那些宗教人士违反规定向本国人收取圣田税，这是在今天的新约马太福音所记载的。这是完全违背圣经、违背上帝爱人的诫命。通常会说这种背骨的话的人，通常是要不是跟利益有关系，就是因为非常没有信心而贪生怕死。我们必须有约书亚跟迦勒的信心，让我们不会背叛上帝，要更坚定的依靠他。我们再把他们话来读一次：你们不要背叛上主，不要怕当地的居民，我们将轻易的征服他们。上主与我们同在，他已击败了那些保护他们的神明，所以你们不要害怕。我们当刚强壮胆，不要背叛上帝，坚定的与上帝同行。